本土语言已经列入高中课程，不过台南普专发现讲，临床实习的时阵，有真侪专有的名词，学生啊是拢唔知台语要安怎讲。所以学校为着要推动医学台语，请师生伫休假的时阵来学校拍台语的影片，希望会当互学生的台语是主讲愈练得。老早，昨暝困了有好无？有。好，啊你人敢有感觉较爽快一点啊？病人摕伫咧病床顶，护理师详细要甲患者讲病情，嘛佮交代刷落来要治疗的流程。这是台南护理专科学校的师生拍戏的现场，因模仿临床实习进入医疗场所的各种情景，主要是希望会使提升学生未来实务上的台语沟通能力。我觉得在护理，在台语这部分，它其实是在护理专业素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做伙拍这个护理台语的影片，希望会当互学生更较了解伫病院实习的时阵，安怎好甲一段人讲话。护理台语的重要性，就是要互咱台湾的时代安心去病院看病，得到上介好的医疗。无论是鸟会鸭、抽痰，也是拍卡车边啊顶侪专业的台语词类，这对学生来讲真困难。校方指出，目前教育部推测本土语言，不过真侪学生伫咧临床实习的时，要用医学台语煞真青分，因此这摆校方向文化部申请计划，请专家指导，要翕5支实用，佮符合学生的护理台语卫教对话影片。台语的尤其是咱的医学界的这部分，咱会当甲做啊久久长长，会当甲这把火会当甲拖出去，以后咱的临床的咱的医护的照顾呢，会当互大家感觉更愈大心。为了未来医学界会使提供更加好的照护品质，校方表示，影片做好了后，除了会运用伫咧校内课程，另外嘛拍算会放伫咧学校的网站，免费提供全国有想要学的人来使用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